今次呢會開婚紗呢一套，呢套就用嚟做伴娘同埋伴郎。呢三個着到咁靚就做兄弟啦。呢盒就佈置場地用。首先開呢盒，有一束花可以拎喺手。先睇下打算用嚟做伴郎嘅朱古力套。平時深啡色呢係半隻耳，佢有啲特別啦。再望下另外一隻，裝飾都好高貴。拎埋花束，襯托呢一身禮服。今次教堂場景都收集咗唔同角色參加，再嚟開另外一盒啦。呢盒呢有3隻穿住禮服。就用佢哋嚟做兄弟。有襟花真係好似婚禮咁啊！西裝嘅造型好靚又醒目，森林家族嘅角色都好可愛啊！到開婚紗呢一套，盒前後呢都有表達出婚禮嘅圖案。一對着住婚紗同禮服嘅朱古力套，買咗好耐，終於開啦！因為教堂場景同角色都差唔多收集完成。係咪非常靚同好睇呢？好細緻同神似，好期待遲啲可以將個教堂開箱。呢一盒呢冇角色嘅，只有裝飾。盒上面呢就展示咗成品。有一堆配件啦，要自己組合。會有一個帶有花嘅拱門，仲有4盆花啦，2盆樹。教堂個 set 呢都會有啲凳嘅，打算放喺戶外，做一個花園嘅場景。拱門呢要掛上花嘅裝飾。裝埋個底部呢就完成啦。仲有花同植物。後面藍盒呢就係教堂嚟嘅，早前重新翻出嘅，
遲啲開咗呢，就可以組合成婚禮場景，